国际消息，咱来关心美国伫18发生2个警察甲1个消防员伫执勤的时阵不幸着枪死亡，一个警察受伤送病院。目前官方已经证实，这个开枪的人嘛已经死亡啊。 伫明尼苏达州伯恩斯维尔有一户名批报警，讲有一个牙青的查甫人，甲厝内人最近伫咧厝内，尾仔就传出讲去处理的2位警察，也有1位消防员着枪死亡。官员证实，拍死警察甲消防员的枪手也已经死亡，另外有1位受伤的警察已经送病院，无性命危险。明尼苏达州的州长华兹伫声明中讲，警察甲消防员拢是接到家人有危险的电话通报，赶到现场。 官员讲，警方是伫透早1点50分左右接到报案，到现场了，情势变做凶手甲警方互相开枪。早起8点外左右汇报讲，凶手已经死亡。这户邻家内面所有的人也拢已经平安离开厝，相关的威胁已经解除。根据明尼亚波利斯明星论坛报的报道。 案发迄当阵，厝内有真侪囡仔，消防员是伫咧帮助1位受伤的警察时阵被射杀。枪击案发生了，真侪警车、消防车甲救护车伫咧现场待命。官员表示，警车伫咧执勤时阵被枪杀，互人心碎，互人伤心。这个英雄是为了要保护社区，牺牲奉献，大家会永远甲因记伫咧心内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。